爸，我明仔早起袂当去台北一撮。是迄啥物拍电影的工课哦？嗯，要走进前，甲恁阿妈讲一声。好。啊，你巴肚会枵袂？暗时会寒，食会好困啊。知影你日子过了无好，你爱家己照顾你家己啊。不管如何，做你家己啊，欢喜就好。